看到行政院针对少年家塞真地好康的消息。拜四，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伊就已经核定决定，讲要针对到少年家，无论是独生仔或者是已经结婚，租厝拢有补贴。独生仔的部分租金补贴2600到4000块，啊，若是已经结婚的家庭，一个月补贴3000块到5000块。真侪人拢懊恼，人咧讲怨无怨少。 政府为着减轻税厝的人的压力，20号宣布，到年底斗3降税厝的户数会超过11万户，其中包括税厝协助有65000外户，会当用的社会主体有16000外户，相信实行的包租代管社会主体嘛有6000户，其中昨核定的好康的就是青年婚育补助，预计会帮助到24000户。会有24000户的青年婚育的计划。 啊，这部分已经提报。直接拨钱补助独生仔甲拄结婚2年内的民众，内政部阁讲要互少年人加生囡仔。预计独生仔的厝税补贴上济，伫台北市一个月4000块，台中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甲新竹县市一个月会当补助3200，其他的县市一个月嘛有2600。拄结婚的翁仔某补助更较济，伫台北市税厝一个月会当申请5000块，台中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甲新竹县市一个月嘛有4000块，高雄、台南一个月3200，其他。 县市一个月买当申请到3000块，申请的时间是为9月开始，11月补助款就会落来。因为5000我觉得算蛮多的，它大概占了生活费的1半。这个社会有很多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。民众听到有的欢喜，有的不满。行政院宣布青年结婚生囝税厝补助，预计会持办1年。专家提醒，政府规划政策要为整体来看。那样为什么不回归到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，就把现行整个租金补贴制度做一个调整？为什么每次都是用一种外挂式的实验性方案？ 厝税补助增加，逐个月上济会当省5000块，互民众的压力变较细，生活嘛变甲较好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